英國夏天咁熱，真係成日想偷懶。不過如果你係業主，就最好做足準備，迎接9月租務旺季。點解係9月？學生開學，畢業生返工，公司搬遷，3班人同一個月落場搶樓，1年就得呢一次咁齊人。加上 Renters Rights Act 生效後，遊戲規則大改，固定租期 （fixed term） 成為歷史，全部轉為 periodic 滾動式租約。學生 HMO 業主想收樓，必須用 Ground 4A。指定收樓日期限於6月1日至9月30日，並最少提前4個月通知，即最遲2月就要行動，錯過就難以配合新學年。以上種種令業主嘅租務日曆受法例嚴格限制，而且根據租務市場數據，英格蘭業主平均經歷24日空租期，平均損失高達1135英鎊，按年升約12.9%。持貨盤差唔多每朝瞓醒都唔見咗一張500蚊。仲有2個好多業主未為意嘅趨勢同 deadline。1. EPC 政策死線，現時租盤最低 EPC 要求係 E 級，但政府已規劃2030年前全線提升至 C 級，臨急抱佛腳，工程費一定貴過。依家分階段做。2. 放熱放潮成為睇樓關鍵，英國得大約5%，住宅有冷氣，近年屢創破紀錄高溫。租客睇樓第一個感覺就係睇間屋焗唔焗，做好通風措施，例如檢查通風槽、加裝遮光簾，去到冬天更可防潮防霉。大家亦唔好忘記 Awaab's Law 正逐步擴展至私人租務市場，處理霉菌唔再係選擇題，而係法律責任。舊時係你揀幾時收樓，依家一定要跟足法例做人，把握時機變得更加重要。我哋整咗一張業主暑假 to do list， 7項行動，5個星期做得晒。其中1項完全免費，但最多業主漏做。7月31號前加入 WhatsApp Community，等我 send 俾你。